高僧直言佢嘅功德做咗都要減一半。拉瑪四世親自賜名。喺曼谷唐人街有一座被叫做妓女廟嘅廟，卡尼卡鳳子。呢座廟嘅創建者係當地出名妓院嘅老闆方嫲嫲。喺拉瑪三世號召修建廟積累功德嘅時候，帶領手下嘅女子籌資建廟，但係世人唔認同佢嘅善舉，甚至有高僧直言佢嘅功德做咗都要減一半。但方嫲嫲冇因此放棄，反而更加堅定行善積德，直到拉瑪四世親自去到廟入邊並賜名妓女嘅善果，佢嘅付出先真正俾世人同皇室認可。方嫲嫲嘅故事話俾我哋聽，無論出身點樣，只要心存善念，持續行善，最終一定會被世人認可。關注我，帶你了解更多泰國風土人情故事。